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伫主的面头前，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你将你手机关做震动，或是关机，咱会当三甲伫安静、伫听候、伫陪伴的过程的中间，来敬拜咱的主上帝。邀请你，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主的灵充满你，你就开嘴来学了主。主的灵充满。咱做伙起立，三甲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咱做伙来拍鼓仔来学了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贺。主你的真黑暗全是。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贺。主你的胜利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战胜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殿充满荣耀，荣耀大国，荣耀。你必是平安，你是不真理。当我们再一次唱的时候，我是要邀请你，你去找5个人，跟伊讲，真欢喜，跟你做伙敬拜。真欢喜，跟你做伙敬拜。咱去做伙来，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贺。主你战胜黑暗权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欢呼。哈利路亚，我们敬贺。主你的胜利已复活。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你是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国，荣耀。你必是平安，你是不真理。你要震动天地，你要震动天地，你必震动沧海旱地。因万国万邦全都属于你。是你圣殿，圣殿充满荣耀，荣耀大国，荣耀。你必是平安，你是不真理。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来赞美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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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哈利路亚，我们来赞美。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嘿，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来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的主。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高举我们的手来赞美。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高举我们的手。
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举起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高举我的手，我向我的主高举，开启我们的心眼，为咱的心，咱的主上帝举起咱的手，代表是你的委身。代表是你的心愿，你伫上帝面头前，甲主讲：主啊，我要高举阮的手来敬拜你，高举咱的手。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屈膝敬拜。我向我的主高举双手，向我的主敬拜。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披到那香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感谢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虔来祈祷，为你表现我心声。邀请咱做伙来祈祷，咱来为着今日大专中心高碧云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伊要来分享对伊伫生命的中间怎样领受伫大专的工作，需要侪人做伙来关心甲带导，甚至来奉献。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遮的大专青年以及伫每一个就学的学生。互因会当伫上帝圣神的感动的内底，会当起造一个愿意起造教会的心，也互因的生命会当用因的生命来回应主的呼召。无论伫教会，无论伫大专中心，无论伫未来的职场，拢会当荣耀上帝的名。咱做伙开声来为着今日大专中心的工作奉献主日，大家来祈祷。兄弟姊妹，愿伫主你的面头前。我们邀请你，三甲会当做伙伫上帝面前，甲主讲：主啊，你是阮的帮站，阮时时刻刻拢要敲碎上帝你的心意。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有一个感动的灵，来就近主你的时，阮嘛要带出有行动力的生命，来回应主你的呼召。主啊，你拣选阮，你若要爱阮伫世间上，会当伫利益伫正人，嘛会当将阮的生命来荣耀主上帝。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关心伫大专的工作，或者大学生，互因的生命若伫大专的中间得到造就，嘛互因伫教会生活，无论伫传扬福音的顶面，拢会当成做主你所采用的器具。主啊，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未来伫教会福音的工程，需要做收割的工人。愿上帝你塑造，将每一个大专生，
福音会当真做教会福音的采用，做主你的圣工来荣耀主上帝。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一道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听见你听窗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对你的圣所。我要对你的心所野手困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愿我的祈祷，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主啊，阮感谢你，当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阮用祈祷的心来向主你恳求。主，阮知伫阮的生命充满着侪侪你的平安甲祝福。主啊，阮知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一直咧带阮行，因为你是阮的牧者，互阮伫欠缺中间无抵到因为欠缺来软弱，反倒当阮的倚靠主，真做有刚强壮大心志的人。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塑造阮的生命，真做一个主你所欢喜的囝儿。因为主你是阮的牧者，你要带阮到伫青翠的草坡。带阮到伫安静的水边，互阮会当真做一个亲近主你的人，会当一生倚靠主，因为主你咧为阮带路，帮助阮，真做阮的帮助，引带阮行伫头前的道路，来荣耀主你的名。当心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请坐。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欠亏起行，以后我跟你起水的草坡，带我的安静水边，以后我的灵魂坚硬，并抓我。咱要搁再念的是，无需要邀请咱做伙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做伙来为着因男兄来恳求，求上帝来帮助咱，帮助因，伫因男兄伫伊的生命中间，咧憔悴，
到底上帝要互伊的生命活到伫倒落？求上帝帮赞伫小红长老甲正文，会当伫因家庭的中间咧陪伴爸母、老爸伫生命肉体软弱的时，需要上帝的信心的气力来帮赞因，甚至有需要医治的工课运行做工的时，求上帝亲自来怜悯甲帮赞。当因惊吓、当因艰苦的时，求上帝赏赐信心的气力，帮助因来度过。我相信，咱一生的年日，拢是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咱做伙开声来为着你所知影的亲人、你所知影的兄弟姊妹，为着因来祈祷，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管的上帝，求上帝你圣神真做阮的帮助。我们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特别伫阮的英男兄弟，恳求上帝你圣神真做因的帮助。求上帝你帮助伊，当伊伫软弱的时，伊需要上帝你的圣神的气力帮助伊，互伊无伫惊吓，无伫软弱，只有将伊的生命交托予主。主啊，当伊若要勇敢站起来的时，求上帝你将你医治的气力、医治的权柄，搁一摆赏赐落伫这家庭。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对着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拥有我的头壳。无论你这时，你的心有偌尼那艰苦、忧愁、看路，只有将你的生命交予上帝，咱的主要成做你生命的牧者。高永远，你伫我对敌的面前，伫我对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用我的头壳，互我的杯满满，饮点主的热口，对我一世人。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主的高永远。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真做阮生命的帮赞，因为当阮伫对敌的面头前，你互为阮摆设宴席，就是要陪伴阮的心，就爱欢喜、甘愿，甚至愿意的心来分享阮的生命。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伫软正的时，你要用你的油膏抹阮，互阮的生命重新得到气力，为主你来活。感谢上帝，阮会当三甲伫你的面头前，用诗歌来敬拜俄罗主，嘛互阮的生命伫不断激励中间，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阮搁一摆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圣神拢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嘛感谢主你引带今仔日。头一次来到伫阮中间的每一个学生、甲亲人朋友，愿上帝你赐福因，互因的生命会当对主你遐来常常领受主你的真理甲活命的话，充满因，互因的生命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互主真做称作好佮尽忠的罗卜。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说，很高兴跟你敬拜。今麦这是咱来用信用革命来各用咱的来做咱的信用告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即马咱来启应文28篇，诗篇118篇。
咱大家来起应，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以色列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阿伦继续的家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伫危机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就应答我，解救我。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人会当甲我安怎？甲我开公义的门，互我通入去，感谢上主。这个门是上主的门。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起厝师傅去撒的石，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这是上主的作为，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上主啊，阮求你，求你互阮兴旺。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上主是上帝，伊互咱光明。到夜手机参加庆典，游行来到祭坛的四角头遐，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宣扬你的伟大。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咱即马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的诗歌是炼尽过的生命。
感谢信歌队的儿乐，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6节。我用巴克利译本来共读。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一个体，各身躯的体虽然侪，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也是希利尼，做奴才的，也是自由的，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受伫一个身躯，也拢总捌另一个神，因为身躯毋是一体，是侪体。世事较若讲，我因为毋是手，我无受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受伫身躯。世事耳孔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受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受伫身躯。世事身躯是目睭，对倒落会听；若拢是耳仔，对倒落会鼻。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将遮个体随个安排伫身躯，若百体拢像一款，就身躯伫倒落。总是体是侪，也身躯是一个。目睭袂话对手讲，我无欠用你；头壳嘛袂话对骹讲，我无欠用你。毋若安尼，身躯遮个体较做较软正个，搁较话无着。搁咱看做身躯较无贵气个体，咱就装它，互因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因搁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多多上帝调和身躯，伫有欠缺的，伊发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三下好，是要互百体平平三管顾。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灵光，百体同快乐。咱即马请高牧师来进道，今仔日的题目是基督内同对肢体。兄弟姊妹平安，感谢教会的接纳，互阮台湾中心会使来到咱中间，甲咱三个来敬拜，嘛来分享上帝的话。伫小等的我讲道的过程中间，我邀请一位阮即个南台百合团契的即个同学，伊即摆是伫南印大读册，伊会来分享伊伫台中中心的学习。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6节。咱要对这内底搁一遍来思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信仰的群体要安怎伫基督的内底做伙同做一体。伫咱讲道进行，咱搁一摆来祈祷。阮恁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互阮众兄弟姊妹会使伫你神的主日三个来组织，伫阮声音的团契内底，阮看见你的神甲阮三个弟弟，互阮每一个人对你来得到生命的培养。主打阮即马已经拍开心，要准备来迎接你的话，搁一遍来培养阮的心灵，恳求你来引带阮下晡的时间。互阮搁一届对你的话的思考，来成做阮生命的光灯。互阮知影，阮要安怎伫即个世间来行踏。阮当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阿们。伫咱生命的即个经验内底，咱检测拢有甲别人合作的经验。歹势，我摕一个简报笔。有一寡合作的经验，互咱感觉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势。有一寡合作的经验，互咱感觉非常的无爽快啦吼，非常的无爽快。
伫你的生命中间，迄个甲人合作，感觉做快乐的迄个经验是啥物呢？哦，你可会记得吗？我会记得伫我读国校的时阵吼，每一当即个学校拢会办即个运动会。即个运动会的过程中吼，有一个班级拔河比赛安尼吼。啊，我国小的时阵，我其实是一个胖胖的、憨龄的囡仔吼，我做大箍的，所以迄个走100公尺啦、大队接力啦吼，迄拢毋是我的主场吼，迄拢毋是我的强项吼。啊，若是到即个拔河，咱讲即个扭大绳吼的时阵，就是我的强项啊！我拢互老师安排伫第一个吼。老师讲你一身踩伫遐吼，对方看到你就惊吼。啊，所以我就对迄个经验特别好。我发现吼，哦，非常的趣味。当即个裁判吼，伊的即个庆声一响，砰！啊，逐个阮全班就开始伫遐1、2、3，1、2、3，就伫遐扭的吼。即时阵吼，敢若所有人甲伊的精神，啊，佮伊的气力，拢灌入去手中迄条绳仔内底，伫遐做伙咧扭吼。无人会伫遐讲啊，啥物人你无够出力，啥物人吼你平常时哪会无练较大、较迄个较强壮的吼？无人会伫遐想即个代志，专心想要达成共款的目标。总是咱出社会，也是咱读册，甚至是咱伫教会内底，有时阵咱同工的经验，咱甲人合作的经验，拢哪无亲像是我伫幼大所所体会到的遐尔啊美好。咱伫社会，也是咱伫即个学校内底，咱的合作往往是为着要达成彼此共同的利益来去拍拼。即个合作的时间就无亲像伫迄个幼大所的内底，只有1分钟遐尔短，乃是搁较长，目标搁较大。即款的合作的关系带来侪侪挑战。伫即款合作的关系内底，咱只会用共同的利益来思考。咱会想讲，只要达成目标就好，牺牲啥物拢无要紧。总是伫今仔日。咱伫经文内底看保罗，伊用一个譬如来教导哥林多教会一个有关伫基督内底当做肢体的功课。伊甲咱讲，咱诚做一个信仰的群体，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存在，因为伊毋是用共同的利益来互相合作，伊是因为共同的信仰来招致组织，所以即款的群体咧互相同工的时阵，爱有无相款的思考。咱一般咧合作的时阵，时常为着要咱讲即个顾全大局吼，顾全大局，所以着爱放弃家己，牺牲家己的即个个性，也佫有特质来符合即个群体的需要。总是咱伫信仰群体内底谈合作，咱袂使安尼想，咱爱以啥物来做咱思考，还佫有合作的根基咧？咱爱掠彼此成全来做咱合作的核心的思考。因为耶稣就是用即款的想法来服侍每一个人，所以咱伫信仰群体内底咧谈合作，也就是伫基督内底当做肢体的挑战，其实是啥物？其实是无相款的人，要安怎来彼此成全，致使互无相款的人的迄个特质，也佫有个性，拢来诚做正人的利益。因为这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必须爱用华语来讲一遍在我们信仰群体里面，彼此同工的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不同的人要如何来彼此成全，致使让不同的特质、不同的性格都能够成为众人的益处。像这今仔日咱
看保罗伊伫经文内底讲，设施身躯中的一体，无论是骹、手、耳仔、目睭，想要高举家己的重要性，来讲伊家己上高，来要小伫即个身躯，安尼袂用值。保罗讲，设施通身躯拢是目睭，对倒落会疼；若拢是耳仔，对倒落会偏；若百体拢上一款，就身躯伫倒落。保罗伊阁继续讲，上帝照伊所爱，将遮个身躯随安排伫，遮个体随安排伫身躯，所以胆体是侪侪，也身躯是一个。保罗伊的教示非常的简单，伊讲身躯甲肢体来去譬如即个合一，互咱真容易来明白，因为咱的身躯就是安尼运作的。你无法度讲一个人要正常生活，目睭的功能该去掉，鼻仔的功能该去掉，无可能。这是正好，是因为因有无相款的功能特质，才互即个身躯会使来运作。总是保罗伊咧讲的即个身躯，毋是咱的即个身躯伊咧讲的即个身躯是基督的身躯。那基督的身躯是啥物？就是教会，基督的身躯就是教会。若即款的思考放伫即个教会内底，检测要操作起来就小可会困难。无论是伫教会，还是伫团契，咱时常会因为咱无相款的特质来发生纠纷。咱人之所以是安尼，检测是咱拢遐尼无共，咱有无共款的特质，成长的背景无共。社经的地位无共，所以咱要合作，咱要合一，是遐尔无简单。伫哥林多教会内底，因嘛毋是一间即个非常合一的教会因为你看保罗安尼甲因教示，其实因是一个吵吵闹闹，会使讲是一个乒乒乓乓的教会伫哥林多教会内底，因不只是为着因的社经的地位咧冤家。伊甚至为着男的甲女的即个性别的问题咧冤家。更较互咱讶异的是，因甚至因为彼此所领受的即个属灵恩赐的无相，咧产生纠纷咱若对今仔日的经文第12章的头前开始看起，咱就会发现讲，因即边的冤家是因为因咧比较。像的属灵的恩赐较高，像的属灵的恩赐较高，所以保罗就甲伊教导甲因讲，属灵的恩赐并毋是靠家己的努力来得到的，乃是信心照伊的意思随互人的。所以伫教会内底有一寡人借着信心来领受信心，有一寡人借着信心领受即个预备的恩赐，有一寡人借着信心会使行。逐款的生业，会使做先知，会使讲方言。虽然这个恩赐拢遐尼无相，总是袂使袂记住。这个恩赐拢是出对信心所赐落的。信心为虾米要赐落这一款的恩赐互大人？目标只有一个，伊毋是要互即个人来成做人工，乃是要互即个人用伊身躯顶即个信心的恩赐。来成做正人的利益。总是现在哥林多教会内底，遮有恩赐的人，却拢无法度发挥伊的功效。为虾米？因为因彼此伫遐咧竞争，讲我会晓医病，我较敖；我会晓讲方言，我较厉害。就是即个竞争，互遮个恩赐组成做因彼此的即个隔阂来失去功效。正人就。安尼无法度来享受圣神恩赐原底所要带来的益处。所以保罗伊煞只讲咱今仔日所听的即个身躯的比喻，来成做咱，成做哥林多教会非常好的提醒，同时也成做咱非常好的提醒。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内底，咱会使归纳出3点。伫基督内底当做肢体，必须爱把握的态度，
咱必须爱安尼来学习。保罗接到这个提醒的教导的目标非常的清楚，伊就是要爱每一个人去学习听，爱每一个人去学习听。保罗互哥林多教会的提醒，第一个叫做伫基督的内底，每一个肢体拢非常的重要。伫基督的内底，每一个肢体拢非常的重要。兄弟姊妹，咱检察会讲，这对咱来讲，敢若无啥物要紧的教导吼，因为咱每一个人毋是拢安尼看重彼此的嘛吼。你甲我互相尊重，你甲我拢非常的重要。这毋是一个足平凡的思考吗？总是，咱来甲伊咱来甲伊放转去保罗伊教导的时代来去思考，你就会发现保罗讲即个代志非常的无简单。伫希腊罗马的世界内底，人其实去互分做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伫咧上悬层，叫做自由人。这个人伊生来就是自由的，因兜做富裕的，因毋免去烦恼啥物货啦吼。即款的人，就差像是讲，咱即马有一寡人，伊生落来拢毋免拍拼，吼，伊只要想讲，伊要安怎享受，安尼就好诶。即款人吼，迄个自由人。第二款人叫做自由的奴隶，吼，这其实是大部分的人吼，自由的奴隶。为虾米叫做自由的奴隶呢？因为，罗马帝国内底差不多大个人拢是奴隶，总是奴隶会使靠着伊家己的拍拼，吼，趁钱，将伊家己赎转来，吼，将伊家己赎转来了，伊就是自由人啦，吼，伊就是自由人，所以伊叫做自由的奴隶。总是伫罗马即个世界内底，吼，因袂改名啦，吼。因袂凊彩改名，爱奴隶的名吼，都差不多拢是几款吼。亲像咱即个譬如较无好，总是咱较久以前，咱若讲来甲咱斗相共，对外国来甲咱斗相共，才会外籍的移工吼，咱可能拢会有一个代号，就是讲可能因就是玛利亚啦、安那啦吼，都是亲像是安尼。所以因的名啦，差不多是即几款的。人就知影讲，哦，你较早是奴隶，哦，你较早是奴隶。过来最后一站呢，叫做奴隶啦，吼，就是生存伫上界阶层的。保罗伊伫教会内底，伊做即款的教导，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对一间较有钱的会友来提供的，吼，伊聚会场所是对一间较有钱的会友来提供的，就是自由人提供的啦，吼。可是伫即间教会内底，毋是只有自由人，是自由人、自由的奴隶，还佫有奴隶，总部人做伙，三甲咧聚会，三甲咧聚会。所以因出去教会了后，吼，可能就是哇，逐个身份拢有差别。可是入来教会的时阵，保罗甲因讲，恁绝对袂使学伫社会的迄个款式来彼此对待。恁每一个人爱看每一个兄弟姊妹是上款重要的，恁的地位是上款的。兄弟姊妹，保罗伊的教导是啥物？伊的教导是爱遮兄弟姊妹意识到一件代志：自由人，你爱落来，你爱对你的阶层落来，你爱诚做遮个奴隶的兄弟姊妹，哦，你爱甲因上款。你遮做奴隶，你嘛毋通无自信。你爱起来，你爱起来，你爱看你家己甲遮个自由人相款。哦，保罗伊对遮个自由人挑战啊，伊挑战啥物？伊讲我做基督的奴仆，哦，我做基督的奴仆，哦，所以恁遮个自由人，你若要学习基督的话，请恁落来，也做遮奴隶的兄弟姊妹的奴仆。保罗伊也挑战这奴隶讲，我甲耶稣是兄弟，我甲耶稣是兄弟，所以自由人恁爱奴役恁爱起哩，恁爱看恁家己嘛是重要的，甲这个自由人诚做兄弟姊妹。或者保罗伊伫
伊的即个教导伫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即个社会结构内底，其实是非常有颠覆性的啦。咱讲亲像要革命相款吼，可是咱来家摕来现代来看，咱会思考讲啊，即个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啊？我想要邀请咱大家非常深定的来思考，敢真正无意义？保罗的教导敢真正失去伊的功效吗？伫咱现代社会内底，人甲人要发展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尊重，总是事实是安尼吗？事实是咱拢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敢毋是？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挂着一副有色的目镜，树林工商嘛，对毋对？咱拢会去心内偷偷判断讲，这个人是重要的人物，所以咱对伊爱较有礼貌的。这个人可能社经地位较无遐悬，所以咱对伊就无要无紧。敢毋是安尼？虽然即款的显示出来的迄个结构拢已经无伫咱的社会存在，可是还阁伫咱的心中啊。所以保罗伊咧教示咱，也挑战咱现代教会，就是讲，咱敢真正有看重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伊的社经地位，无论伊是年长还是年轻，咱敢有法度来去塑造一个群体，是真正咱彼此斗阵会非常欢喜。是无论是老人、囡仔、青少年，拄出社会的青年，拢会意识到，因为咱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咱彼此合作来做伙享受上帝伫咱众人的身躯顶所赐了无相款的恩赐吗？兄弟，保罗的教示对咱今仔日有缘有效啊！所以伊阁继续讲第二点。伊讲的第二点非常的重要。伊讲爱特别照顾弱势的肢体，爱特别照顾弱势的肢体，因为因是基督身躯内底，搁较袂得无的，搁较袂得无的。保罗伊伫哥林多教会第二个教导，伊安尼讲，虽讲伊强调每一个肢体拢足重要，但是伊非常清楚迄个现实的问题。现实就是讲，恁中间就是有一寡人是自由人，恁较好个，恁毋免逐工劳碌为你的生存咧打拼。所以恁这个人吼，爱看遐每一工你辛苦，你为家己的生存，为逐工的饭你打拼，这个兄弟姊妹来付出较济，爱特别照顾因。保罗伊甚至是讲，这个人吼，伫教会内底，搁较袂得无。保罗讲，这个身躯的体看做较软，这个搁较袂得无，因为上帝要调和的身躯，伫有欠缺一法，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三好，是要互百体白白三冠过。保罗伊咧画一个足水的图像，就是讲，无共款特质、无共款社经地位的人，会使伫教会内底，拢得到扶持，能力得到提升。兄弟姊妹，这其实真做咱伫教会，还是伫团契内底，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我咧引带大专的团契内底，我嘛时常咧反省思考，我到底要安怎，互我的学生意识到，一个甲因无相款特质的同学，你嘛爱家己看重，你爱看伊，甲你是兄弟姊妹，而且你甚至爱家己学习。我一直咧思考，我嘛一直咧祈祷讲。嘛，一直咧等待有一个机会，会使去做这个教导。感谢上主，伫旧年10月的时阵阮拄好有一个甲教会会使合作的机会。有几个教会的牧师，有一个教会牧师来找我讲，因教会有一寡青少年，这个青少年是国中生，总是因
因的生活的能力吼，毋是学业哦，是生活的能力对袂着伊的年纪。吼，我举一个咧，检测是伊无啥会晓用家刀，国中生无啥会晓用家刀，检测无啥会晓为家己加指甲，吼，无啥会晓骑脚踏车，吼。伊讲啊，恁大专中心敢有人会使来陪伴遮个囡仔？毋是教因学业，是教因要安怎生活。我想来想去啊，阮中心敢有即款特质的囡仔，会使过去陪伴遮个囡仔吼。啊，祈祷，啊，着甲两个同学邀请，啊，想袂到因就答应啊，啊，过因就去复赛。复赛过程中检测，遮个囡仔，遮个大专生有来甲我讲吼，哇，实在是有够困难的。我骑脚踏车就遐尼简单，我无想讲要教别人骑脚踏车遐尼困难。啊，你着骑起哩啊，啊手欢啊，啊有一个感觉啊，啊着平衡啊，啊你着踏落去，你的脚踏车着向前行嘛，对毋对？啊，哪会想讲伊遐尼惊？伊讲迄个囡仔哪会遐尼惊吼？要放手的时阵着会足紧张，啊怪着跋倒，啊愈紧张着愈跋倒。可是中间有一个囡仔，伊的分享互我印象足深的，伊讲。我伫复赛者的青少年的时阵，我感觉我看到我家己啊，我感觉我看到我家己。伊讲即个囡仔，伊敢若面对迄个挫折的能力非常的低，吼，一下就想要放弃，一下就生气，吼，即个敢若是伫迄个青少年时代的我，甚至是今仔我嘛是相款。所以伊甲我讲，做即个复赛上界大，互伊的得着是，伊嘛陪伴伊的性命，行过迄个足挫折的迄个时期。当伊搁经历迄个足挫折的时期，伊会家己讲，无要紧，吼，你已经足认真啊，吼，所以无要紧，总是若是会当休困一下，就搁徛起来，继续拍拼。兄弟姊妹，对即只我小可有想到，嘛意识到，刚才因已经有小可体会到，啥物叫做爱特别照顾弱势的肢体，因为因是基督身躯内底搁较袂得无的。总是有一个困难，就是讲，伫咱今仔日社会中间，毋是每一个人拢会简单表现出伊家己的软弱，有时阵。表面看起来非常的坚强的人，事实上，伊的心内底有侪的苦痛。所以保罗伊邀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基督耶稣团契内底的人，目睭所看的，身躯所感受的，无拄拄是家己，乃是爱学习关怀无相款的肢体，体会彼此的限制不足，甚至是理解彼此的忧伤。痛苦，扶持来互相徛起。兄弟，煞接拄啊好，煞接的即个时间吼，我想要邀请阮的一个同学，伊来分享伊伫大专中心的学习。吼。大家平安。我是南台百合团契的宋敏瑜，就读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因为我的台语不是很好，所以我就用国语向大家报告。很感谢教会的接纳，让大专中心可以来请安报告。今天我要用一些的时间向大家介绍大专的事工以及我们的需要。邀请大家一起打开周报，里面有一份特刊，让我们一起来看。特刊内有对大专的一些介绍，当中有各个学校的团契，总共有10个团契，9间学校，和给予学生陪伴与支持的辅导们。翻开内页有大专透过工作者和学生共同参与的事工，因着这些活动，让不同教会甚至不同学校的学生可以聚集在一起，
自由地将想法分享给彼此，并以神的爱作为行动的动力。在去年的10月份，我收到了一个任务邀请，这个任务是每个礼拜1次和团契的一位伙伴去到海淀教会陪伴国中生学习骑脚踏车。除了骑脚踏车以外，我们还会一起进行一些关于阅读的活动。在这个陪伴营当中，我不只是一个教学的角色，也是学习的角色。我们正在透过陪伴营学习着彼此所需要的东西。他学会了骑脚踏车，也许还有其他的，而我学会的是给予真正的陪伴，和用陪伴这个思维去面对我周遭的人。台南大专有许多的学生事工，这些活动都需要大家的支持，邀请大家一起用祷告和奉献支持台南大专。在特刊的最后一面，有奉献了一些资讯，现金、转账、线上支付。如果大家有感动的话，请为台南大专定期定额奉献，谢谢大家。现在这个名誉吼，伊就是这个陪伴学高中生骑脚踏车的其中一个囡仔。伊讲，其中一个大专生，伊讲，伊伫这个过程中间，伊学习到的是要安怎真正的陪伴一个人，要安怎真正陪伴一个人。我想，安怎叫做真正的陪伴？其实，甲保罗教导互咱的第3点非常的相款。伊讲，肢体是共受苦，肢体是上快乐。意思就是讲，你甲伊同在，做伙欢喜，做伙哀伤，做伙快乐。其实，咱每一个人拢较会晓甲无相款的人同哀伤。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无想要拄着迄个困苦的代志，所以当有一个人伊发生苦难的时阵，咱较有法度同理，还佫有想象。总是有一个能力会时常互咱忽略，就是甲别人同快乐的迄个能力。我想，当明瑜甲伊陪伴的即个高中生会晓骑脚踏车的时阵，因彼此是非常的快乐的，对毋对？是非常的快乐。总是，这个甲别人同快乐的能力，去互咱忽略去啊？为虾米呢？因为别人的成功，毋是我的成功。别人的成功，检测咱的嫉妒，咱的嫉妒。所以保罗提醒咱，咱伫个基督的教会内底，咱诚做肢体，咱毋是只有分享彼此的哀伤，甚至是咱为着兄弟姊妹的成功。来甲伊同快乐，甲伊同欢喜。有一个心理学家安尼讲，若是你身躯边有一个朋友，为着你的成功，替你非常的欢喜，甲你做伙庆贺，安尼你爱做珍惜，因为伊是真正的朋友。总是咱伫基督的内底，检测咱爱诚做即款的兄弟姊妹。或者有一句华语的话啦，虽然是即个。咧讲爱情的吼，是讲相爱容易相处难啦吼，对不对？我想讲迄个，我家起来遮来讲咯，相处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相处是迄个相爱的实质。保罗伊伫伊的批信内底，伊不拄拄是一摆强调信仰群体的合一，即个保罗的强调，伊要互咱意识到信仰。毋单是个人的面相，伊是一个群体的面相，而且透过群体的见证，咱阁有法度来去见证咱所领受的共一神、共一死，也阁有共一信心。伫基督的内底，也即个世界有一个水更较好的即个见证。咱三甲阿落来祈祷，是阮的主，感谢你的带领。互阮每一个人，伫你的话语内底，搁一摆来提醒。主啊，恳求你来帮咱，也赦免阮。检测阮所做拢无够野，阮伫信仰内底所反省的也不足。
恳求你信心持续来培养。借着保罗的话，阮搁一届互提醒。伫基督内底，每一个肢体拢非常重要，爱特别照顾弱势的肢体，因为因是基督身躯，搁较无得无。阮陪伴人，爱甲因同受苦，也同欢喜。求你的神来成做阮的帮赞，求你的话持续伫阮的心内底工作，互阮用即款的款式来徛在伫阮兄弟的姊妹的面前，也徛在伫你的面前，来相甲服侍，来相甲见证你的名。愿你亲自来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咱即马来用回应诗，信诗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请起立。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之合一，咱对基督。讲一个心，讲一个听，对一个信心，那属当以色列，咱小主最有名，给人一体。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基督恩典主之合一，咱对基督。即马咱准备先来奉献。那还袂晓解上奉意的人，请你先毋免奉献，不要紧。请起立。
做伙来测量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收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更新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卫生，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真旨。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人民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马是咱的公道时间，请咱掀开酒杯来为着来对公道事项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伫遮深深的感谢你，感谢你对阮的祝福，对阮的看顾，嘛感谢你引带阮，当互阮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地点来建立阮的教会。阮看见，阮即摆阮的教会愈来愈好，有愈来愈侪人来接受阮这个信仰。主啊，我嘛恳求你继续引带，继续带领，互阮会当搁较来上搁较侪个人来传扬你的福音，会当带领搁较侪个人来认捌你。主啊，阮即摆嘛要为着咱的教会所有的身体病痛的兄弟来祈祷。主啊，虽然阮知咱的身躯所受到的病痛，嘛是你的赐福，因为你要用这来试炼阮，来引带阮，来带领阮。毋过主，我嘛是恳求你的怜悯，互人来怜悯阮的肢体，阮的朋友。主啊，求你怜悯，互因伫这个病痛中来离开。主，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的圣罪名来求，阿门。听我
即是我来报告，请咱搁现开周报。咱下周的性感服饰人员，请咱家己来滴。咱防疫的部分嘛，请咱家己来看。咱即马来看本会的消息通知。本主理是咱大专的计量助理，感谢高牧师来分享信息。嘛，请为着大专中心所做的牧养工作来代祷。第二点，本主理嘛是咱的建疗助理。伫个礼拜中，我们要赠送咱65岁以上的老大人一份礼物，请继续看顾咱的年长的兄弟，互因有平康健康的身体。咱今仔日嘛是有小组，请兄弟踊跃参加。第三点，今仔日下晡本会负责任的同工要伫个台湾教会参加文训课程，请兄弟关心。第四点，本会伫咧拜一甲拜二，本会的牧师要到后甲教会参考训练，请关心代祷。第五点，伫个这礼拜三的暗时7点半到9点，要开咱第6摆的中职会，请中职按时参加。另外，咱本来伫个迄个时间召开的门训暂停。咱即马来读本周的经句，用台语甲华语拢读一摆。若肢体受苦，百体当受苦；肢体受灵光，百体当快乐。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咱请吴牧师来补充报告。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今日真欢喜，咱会当参加组织看到这个大专青年跟阮做伙聚会是有快乐无？充满了生气哈。那牧师伫遮嘛鼓励咱啦吼，继续为着南台百合甲百合团契吼，南台百合跟百合团契。南台百合是一个团契吼。因本身是伫盐行教会啦吼，牧师嘛真鼓励。其实亲像今仔日即个高牧师所讲吼，其实这机体是互相吼，咱会当三甲受造就。大桥教会其实阮嘛足需要有这青年，会当做伙来加入。我相信教会伫起造的过程的中间，有大专青年，恁有教会生活，伫就近的教会是足好的帮衬。牧师伫台中的时阵，我大学是伫台中的逢甲。迄当时我伫遐的西顿教会边仔的这教会兄弟姊妹，对大专生吼拢真照顾。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伫大学1年的时阵，嘛亲像学生共款吼，礼拜日嘛有当时拢会对朋友出去，有当时我每礼拜，但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嘛受到这兄弟姊妹关心。那过年过节吼，就送摕去宿舍吼，互阮，互我伫台南的即个学子吼，伫外地吼受到真大的照顾。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2年我就开始立志，我要伫教会来装备家己，来塑造家己的生命，有好的教会生活。所以牧师嘛伫这个所在要鼓励咱在座的大专青年吼，伫你就近的教会礼拜日，咱就爱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嘛鼓励咱的学校，咱会当伫学校内底做好的宣讲者，就是做一个牧者，你会当去传扬福音，来引带更较侪人来大专中心。做伙参加聚会，嘛伫教会内底做好的造就啦吼。所以今日嘛真欢喜，咱高牧师训练这个同工真好哦。你前面讲话中间，这讲台语的哦，讲啊足标准哦，真水。嘛有新平教会是伫台北。所以其实咱关心大专中心，虽然有当时因无法度通完整拢会当去到逐间教会去斗3工，但是其实因足需要咱大家关心。所以咱嘛真欢喜哦，咱教会。对旧年开始就有即个原住民原住民嘛是南台的嘛带伊的朋友对花莲崇光教会伫高雄
这个是实哦，是实这福建吼，但是即摆吼，昨是翘倒摆啊吼，来到台南大桥教会聚会吼。所以其实吼，教会生活，咱爱鼓励这青年，咱的教会是一个好的文化，会当接纳无相款的多元的文化。亲像他拄啊，这个伯恩牧师所讲的吼，相处比什么相爱怎么样？相处难，对不对？相爱很容易嘛。所以教会内底咧讲彼此相处最简单的啦，但是要相处吼，就是安怎？哎，有机会大家做伙斗阵。啊，你伫迄关系中间就会建立，啊，建立了安怎？未来咱若大学毕业了后出社会，上帝就陪伴你已经准备好啊。因为你伫教会已经接触足侪无相款形形色色的不同职业的弟兄姐妹，未来你们出社会，你们就预备好，人家就看出，这个人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啊，咱伫教会内底啊，咱即马上帝为咱陪伴，来到伫这个所在，伫大桥国中、国小、搁南大科技大学的一个中心点。咱的教会已经毋是过去，咱已经成做一个臃肿。咱过去可能是咱可能是迄个自由的努力，嗰个努力，但是咱即马是自由的人，互侪人看到讲哦，恁教会敢若足好哦。其实甲你边仔兄弟讲，阮是靠主得胜的人。保罗咧讲的靠主得胜，咱的生命嘛，就爱常常成做一个主所欢喜。咱伫百体受苦，大家安怎？大家拢是当受苦的，当个欢喜的时阵，咱就安怎做伙欢喜。所以有机会接触了阮大桥教会未来有机会你结婚出社会，阮拢会甲你支持呢。这有好无？好啊，所以金蛋节今麦来到教会有欢喜无？听讲伊下早7点外就来啊。我讲牧师歹势，我下早7点外来我歹势入来。我讲无要紧，你后摆你若来，你就2点0，我就甲你开啊。你就入来。所以咱陪伴咱的心，每一个礼拜咱来敬拜上帝，拢是陪伴好的啦。好，今仔日呢今仔日是中央主任所以刚刚那个好，我以为那是人家要奉献的呢，我差一点把它整个再把它投回去，你知道吗？好，咱请65岁的这长辈70岁歹势牧师写唔对，70岁的兄弟，请你起立啦牧师敬上这个中央这个礼红包祝福你上帝赐福你平安健康来，唔通客气这是上帝赐福平安，上帝赐福你平安健康，来。上帝祝福你平安健康继续为主做工。上帝祝福你平安健康，为主做工感谢主，感谢主。上帝祝福你平安健康，上帝祝福你平安健康。好咱真欢喜。歹势无看到是的。愿长老娘，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健康请坐。咱伫台岛的中间，常常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台岛，咱嘛真欢喜。今仔日他拄已经先走即个咱之前关心的即个长姓，伊的兄哥是即个牛肉，在卖牛肉面的迄个长姓伊的妹妹秀云姊妹甲即个陈长老，因是顶六教会嘉义顶六教会所以因先离开，也无介绍到。感觉有新朋友。今日我嘛真欢喜看到俊民，咱嘛爱为祈祷我看见这是治安伫做兵的共体的伊甲团伙伊带来教会即摆伫教会，看咱的青年社青拢做足好的这个交陪。我相信福音就是安尼啦。你着带你的朋友，带你的亲人，有机会你着爱甲伊分享好的信息。我相信咱拢是诚做基体，起做上帝教会，就是将这好的福音甲伊分享出去啦嘛期待咱做伙关心伫大专中心来为因代祷，嘛为因来奉献。我相信每一档高牧师我感觉伊足辛苦过去阮伫大专中心，我嘛做过工作者阮阁有3个同工伊是一个人做团队入去了就开始接是一个人就来换起才10几间的即个团契非常的辛苦。咱嘛求上帝帮助伊身体就爱顾好啦伊即摆是一个查某囝
一个查某囝啦吼。所以求上帝祝福这每一个大学生，嘛互因勇壮吼。这是咱请咱做位起立，咱互相来请安吼，行平安礼哦吼。咱来找这个大学生吼，来甲因请安，互因熟悉咱啦吼。讲真欢喜，跟你见面哦，真欢喜，而且看到你哦。很高兴在这边看到你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很高兴在这边看到你们，欢迎你们。好。来跟他们请安哈，很高兴上帝祝福你哦，上帝听你，上帝听你，很高兴在这边看到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很高兴看到你们，上帝祝福你们哈，上帝祝福你们，认识哈，老师哦，你们成大的老师哦，让我很难好。听互咱主持做一伙，听互咱主持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一伙。咱手较紧的哦吼，较紧的哦来。听互咱主持做一伙，听互咱主持做一伙，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一伙，听互咱主持做一伙。咱这回来吟上行的诗，上行的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从这天对高攀，保护万民，朗朗的保天。当心俄勒兄弟，俄勒三位一体，得行诚信。阿门。主，你是至高的上帝，你拣选阮，爱阮成做你的儿女，阮嘛着常常将你的疼来甲伊分享出去。彼此互相相成全，彼此互相相疼，相相处，甚至相造就，互阮的生命同齐荣光主你的圣名。无论是自由的人，无论是自由的奴隶，无论是还搁伫奴隶过程的中间无法度通徛起的人，阮拢同齐成做肢体，互相彼此相造就。愿上帝你祝福阮，祝福你的教会，成做一个多元、包容、充满疼的教会。愿主你的荣光伫阮的中间来得显明。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阮正大家三甲二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闭倒。家
咱下晡有要参加这个读册会的同工吼，因为伊是2